南投一个乡亲过年带一家大细到武界来露营，结果出现着 V 字形的魂魄，水甲袂舒适，神经共款。透早天拄啊光，云雾沿着山谷慢慢流落来，搁为另外一边爬起哩，袂输仙境共款。顺着气流滑落到山谷，结果到山谷下的时候又爬上山坡，那看起来就像天使的翅膀。魂魄出现伫南投武界山区，当时伫遮露营的郑先生用铁桶啊兄烧水咧洗身躯，看到秘书是天才失这个画面，就咧将双手举悬翕到这个相片，伊的身躯还搁咧出现，甲魂魄结合做伙，秘书是规身躯伫发光。那意外的跟背景结合起来，就有点像那种发光的那种画面，然后也形成一个很美好的回忆。上面有云，这样很像在发光，然后底下有铁桶，感觉又很像温水煮青蛙。举起来很像翅膀，因为刚好它那个白云很衬托它那个。这个查甫人伫过年时赛车载规家伙到武界去露营，专工载铁桶去下烧水洗身躯，享受天人合一的境界。透早，这个云雾为新的一年带来美丽开始。